第23篇，未生囝先号名。坐伫我车对面一位同事，已经怀孕7、8个月。有一日透早伫办公室，看伊正拍拼，摕一本手指簿啊，拿一支笔作注神，哪看哪写，喙角毋知咧念啥货，慢领啊笑嗨嗨，慢领啊面悠悠，我感觉足好奇，偷偷甲看伊咧变啥梦。喂，你规早起是咧看啥碗糕？减遐尼趣味，无嘛照我鼻芳咧。我看甲挡袂牢，就开喙甲问。伊面仔红红，歹势歹势因我，无啥货啦，咧替阮查某囝选一个名，你参考看卖，顺续替我斗拣一个。我过伊边仔，甲看迄本手指簿啊，规个写甲满满拢是名，那遐交工，凊彩拣一个，好好咧就好。顺手真是甲凊彩点几个名。这位老师看了煞哈哈大笑，这拢菜市仔名毋好啦。阿米啊、阿丁啊、阿叔啊，毋才菜市仔名。像这文啦、意啦、分啦，听起来毋是足文雅的。伊看我真无认同，就足正经讲：你看大部分学生的名，拢像你点的即款，和迄种轻摇小说型。安尼减无成菜市仔名，我听伊安尼讲，感觉嘛是有影，就另外搁甲点4、5个无共款的名，这嘛袂歹啊！伊看了又搁一直嗨头，面容悠悠讲，我嘛是感觉袂歹，总是阮妈妈提起互相名先看，讲这笔画毋对，对查某囡仔来讲，一世人会带衰。你真是有影信遐济，无法度啊！加减胜过无败害，而且是大人的意思，嘛袂使违背直。伊煞接佫讲，像恁信耶稣的，拢毋免操烦遮济，真好。对未信基督福音的人来讲，生囝进前找相命先仔号名是不理济，今日还未出世，就开始烦恼伊的规世人。囡仔伫腹肚内，都还未歹命着，做爸母的心理就先歹命。斟酌甲想看，家己对未来拢无法度通暗算，免哪有够野的气力烦恼今日规世人的代志。马太福音第6章25到34节，耶稣用空中的飞鸟、山野的百合皮甲草做譬喻，强调无必要为着未来的生活操烦。对伫信主的人，大先求上帝国甲旨意，连物质的需要，天父拢要顺续互咱。所以耶稣安尼劝人讲，毋通为着明仔载操烦，明仔载的代志明仔载才操烦，一日的艰苦一日长。其实圣经内底嘛有记载4个人未出世先号名，不二个拢是上帝亲自号的。除了以实玛利以外，其他像以撒、耶稣基督甲加色列约翰，号的名拢有特别的意义，目的毋是为着家己，主要是为着上帝国甲旨意。亲像以撒有安尼写：我要甲伊设立我的约，做伊的后裔永远的约。或者耶稣有安尼记载，因为伊要拯救伊的子民脱离因的罪。加色列约翰嘛有安尼写，伊会互真侪以色列的子孙归恩主。我的大汉囝是用彼得前书2章9节的华语圣经。恁是受拣选的族类，受君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，是属神的子民，所以号做君洁。细汉查某囝是用犹大书第1节的华语，在百姓人蒙爱，为耶稣基督
保守的人，所以号做君爱。大汉的甲阮翁仔某讲，伊志愿要去做宣教师。细汉的还咧读国中，人缘真好，招全班一半的同学报名要去参加福音夏令营。看两个囡仔学习祭司的功课，过圣洁的生活，真正是上帝所疼的儿女，阮满心献上感谢。第23篇，未生囝先号名。坐伫我车对面一位同事，已经怀孕7、8个月。有一日透早伫办公室，看伊正拍拼，摕一本手指簿啊，拿一支笔作注神，哪看哪写，喙角毋知咧念啥货，万领啊笑嗨嗨，万领啊面悠悠。我感觉足好奇，偷偷甲看伊咧变啥梦。喂，你规早起是咧看啥碗糕？减遐尼趣味，无嘛叫我偏芳咧。我看甲挡袂牢，就开嘴甲问。伊面仔红红，歹势歹势因我，无啥货啦，咧替阮查某囝选一个名，你参考看卖。顺续替我斗敬一下。我过伊边啊，甲看迄本手指簿啊，规个写甲满满拢是名。那遐高工，凊彩敬一下，好好咧就好。顺手真实甲凊彩点几个名。这位老师看了煞哈哈大笑，这拢菜市仔名毋好啦。阿米啊、阿丁啊、阿叔啊。毋只菜市仔名，像这云啦、意啦、粉啦，听起来毋是足文雅的。伊看我真无认同，就足正经讲：你看大部分学生的名，拢像你点的即款，和迄种轻摇小说型，安尼减无成菜市仔名。我听伊安尼讲，感觉嘛是有影。就另外搁甲点4、5个无共款的名，这嘛袂歹啊！伊看了又搁一直嗨头，面容悠悠讲：我嘛是感觉袂歹。总是阮妈妈提起互相命先看，讲这笔画毋对，对查某囡仔来讲，一世人会带衰。你真是有影信遐济，无法度啊！加减成果无败害。而且是大人的意思，嘛袂使违背的。伊煞接佫讲，像恁信耶稣的，拢毋免操烦遮济，真好。对未信基督福音的人来讲，生囝进前，找相命先仔号名是不理济。囝儿还未出世，就开始烦恼伊的规世人。囡仔伫腹肚内，都还未歹命着。做爸母的心理就先歹命，斟酌甲想看，家己对未来拢无法度通暗算，免哪有够野的气力烦恼囝儿规世人的代志。马太福音第6章25到34节，耶稣用空中的飞鸟、山野的百合皮、甲草做譬喻，强调无必要为着未来的生活操烦。对伫信主的人，大先求上帝国甲旨意，连物质的需要，天父拢要顺续互咱。所以耶稣安尼劝人讲，毋通为着明仔载操烦，明仔载的代志明仔载才操烦，一日的艰苦一日长。其实圣经内底嘛有记载，死个人未出世先号名，不二个拢是上帝亲自号的。除了以实玛利以外，其他像以撒、耶稣基督甲惊世的约翰，号的名拢有特别的意义，目的毋是为着家己，
主要是为着上帝国甲之意。亲像以撒有安尼写：我要甲伊设立我的约，做伊的后裔永远的约。而做耶稣有安尼记载，因为伊要拯救伊的子民脱离因的罪。以色列约翰嘛有安尼写，伊会互真侪以色列的子孙归恩主。我的大汉囝是用彼得前书2章9节的华语圣经。恁是受拣选的族类，受君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，是属神的子民，所以号做君洁。细汉查某囝是用犹大书第1节的华语，在百姓人蒙爱，为耶稣基督保守的人，所以号做君爱。大汉的甲阮翁仔某讲，伊志愿要去做宣教师。细汉的还咧读国中，人缘真好，招全班一半的同学报名要去参加福音夏令营。看两个囡仔学习祭司的功课，过圣洁的生活，真正是上帝所听的儿女，阮满心献上感谢。